種族呢個概念其實唔單止係源於歐洲人同非歐洲人喺近世時期日益頻繁嘅接觸，好大程度上亦都係受到歐洲內部問題嘅影響。正如我哋喺上一章所講，喺18同19世紀湧現咗好多針對人類多樣性嘅分類方案。呢啲方案其實反映咗一種焦慮，佢哋唔單止想劃清白種人同黑人或者東方人之間嘅界線，仲好緊張要喺白種歐洲人內部嘅唔同種族或者民族之間劃出邊界，例如係哥斯高盧人、Saxon 沙克遜人啊，同埋斯拉夫人啊等等。隨住民族主義日益增長，加上當時社會對貴族階級崩潰嘅保守反彈，呢啲因素結合埋一齊，就為所謂嘅內部種族主義提供咗肥沃嘅土壤。特別係當工業化開始起步嘅時候，大量失去土地嘅勞工湧入快速增長嘅城市，當時嘅統治階層對於點樣控制呢班新興人口感到非常焦慮。喺呢個新嘅社會格局入邊，階級被種族化咗，而帝國擴張就為呢種轉變提供咗必要嘅思想同經濟資源啦。喺管理殖民地人口嘅過程中，種族、階級同埋性別嘅概念交織埋一齊，因此種族觀念展現出咗一種極之複雜嘅特性，絕對唔係簡單一句白人優越對比，非白人自卑就可以概括晒。喺呢段歷史入邊，當時嘅工業工人階級開始被視為同中產或者上流社會完全唔同嘅品種或者種族。與此同時，呢班勞工被迫居住嘅城市貧民窟，俾人用一種殖民主義嘅口頭禪嚟形容，話嗰度係充滿沼澤同荒野嘅異域，需要好似管理殖民地咁，對佢哋嗰啲所謂墮落嘅習慣進行嚴密嘅警力維持同社會監控啦。此外，種族異常嘅概念，亦都同性取向或者其他社會偏差行為嘅觀念重疊咗啦。當時激進嘅工人階級啦、Irish 愛爾蘭人啦、Jews 猶太人啦、同性戀者、性工作者，甚至係精神病人，都被視為種族上嘅越軌者。至於嗰啲出嚟工作、打破咗維多利亞時代私領域同公領域界線嘅女性，更加被當成係種族退化嘅例子。透過家庭家長式管治同歷史進步嘅隱喻，女性、工人階級以及殖民地嘅劣等種族，全部都被描繪成好似細路仔咁啊！即係需要白人啦、中產啦，或者上流社會啊，男性咧用嗰隻堅定但仁慈嘅手嚟引導。當時嘅帝國被視為一個大家庭，無論係女性定係所謂嘅劣等種族，都變成咗呢個自然秩序嘅一部分啦。由國內外嘅白人精英男性進行仁慈嘅統治。呢種觀念亦都同殖民地土著嘅女性化相輔相成，好多殖民地都被賦予女性化嘅名，當中最明顯被性化嘅例子就係維珍尼亞。喺大量嘅木刻畫同素描入邊，殖民嘅嗰一刻被等同於文明嘅開始，通常會用極具性暗示嘅圖像嚟象指一個被動好似細路女咁嘅女人遇上一個正直英俊嘅白人男性。喺英國嘅帝國計劃入邊，殖民地臣民嘅女性化，亦都結合咗一套基於階級劃分嘅英國男性氣概重構。特別係嗰啲喺頂尖公學受教育、被委託管理帝國嘅上流社會男性，佢哋嘅男性氣概、強調性、自制同埋唔輕易流露情感。同一時間，殖民主義嘅男性中心主義，將英國中產女性塑造成貞潔、脆弱且需要保護嘅形象，但同時佢哋亦都好珍貴，因為佢哋係帝國種族嘅繁衍者。呢種塑造令到呢啲女性可以被用嚟同嗰啲被視為性掠奪者嘅殖民地土著、工人階級男性，或者係嗰啲被描繪成隨便且妖艷嘅土著女性形成對比。而呢啲關於土著女性嘅性幻想，好多時係由殖民官員或者旅行者寫嘅故事所餵養嘅，特別係關於東方性自由同獵艷嘅傳聞喺當時流傳得非常廣，尤其是東方女性嘅性吸引力，為殖民統治帶嚟咗複雜嘅影響，進一步動搖咗嗰種深色皮膚、種族必然劣等嘅簡單邏輯。正如 William Dalrymple 喺《White Moguls》一書入邊所講，
喺18世紀英國擴張到印度嘅初期，英國男人穿着印度服飾，住印度風格嘅屋，拜印度神靈，甚至同印度女性墮入愛河並結婚都係好常見嘅事嘅。連同性戀者都覺得東方係一個更加投契嘅、更加寬容嘅空間。然而，去到19世紀，隨住科學種族主義嘅興起，加上對原本順從嘅土著發起反抗嘅回擊，一種更加疏離同殘暴嘅統治形式開始成型。1857年嘅印度民族起義，同埋1865年喺牙買加發生嘅叛亂，對開啟殖民地更加高壓同貶低式嘅統治模式影響深遠。即便如此，殖民主義嘅種族邏輯依然潛入喺一種帝國文化入邊，而殖民者對他者嘅睇法始終係矛盾且反覆嘅。例如喺太平洋群島，延續住高貴野蠻人嘅主題，薩摩亞人被視為有吸引力嘅，但係斐濟人卻被描繪成殘暴嘅食人族。英國殖民者偏好透過非洲同太平洋群島嘅本地首領，或者印度嘅納瓦布同皇宮進行間接統治。呢種做法令呢啲強大嘅中間人喺某啲方面被視為對等，佢哋獲得咗同嗰啲藍血貴族出身嘅白人總督同官員相稱嘅地位。呢啲本地名流經常被納入殖民文化入邊，由皇室頒授頭銜，參加充滿色彩嘅典禮，並穿上同殖民總督一樣燦爛嘅獎章、西方軍服或文官禮服。英國歷史學家 David Kennedy 將呢種統治形式稱為裝飾主義，以區別於 Edward Said 著名評論入邊帶有貶義嘅東方主義。印度殖民文化嘅發展過程充分展示咗帝國種族主義嘅複雜性。當時一方面將印度教徒視為劣等種族，認為印度社會專制且停滯，但另一方面又對穆斯林同印度教嘅建築以及藝術同工業成就，特別係紡織業表示欽佩嘅。印度女性嘅性吸引力咧，亦都成為旅遊見聞嘅重要主題。印度人嘅智力水平亦受到高度評價，促使麥考利喺1835提出咗一個著名嘅建議，要建立一套教育體系，培養出一班血統同膚色係印度人，但喺品味、見解、道德同智力上係英國人嘅階層。作為統治者同數以百萬計受統治者之間嘅傳譯員咧，呢個計劃咧導致全印度建立咗好多英文學校同大學，開啟咗英國化嘅進程。但係呢股力量咧，後來反而滋養咗民族主義運動，最終推翻咗英國統治。不過呢段歷史亦令到印度人對英文文學產生咗深厚嘅崇拜，並一直延續到今日。各路學者對印度古代語言 Sanskrit 梵文嘅研究，特別係創立咗孟加拉亞洲學會嘅 William Jones，佢翻譯咗好似摩紀婆羅多呢啲印度教史詩，令歐洲人見識到印度神話、玄學同宗教嘅精妙。印度典籍嘅影響喺德國仲更加強大。德國嘅浪漫主義知識分子利用印度資源嚟反對佢哋眼中過度理性化嘅啟蒙運動，主要係法國式嘅。德國理想主義運動嘅領軍人物包括歌德、謝林同叔本華，都深受印度哲學吸引。佢哋認為兩者有平衡嘅理想主義，萬物最終歸於一體。呢種一體性源於現實嘅精神本質，而事物嘅多樣性只係受限於人類感官而產生嘅幻象。當時好多歐洲學者甚至相信所有宗教同文明都係源自印度。與此同時，英國殖民當局喺無數嘅調查同人口普查入邊，試圖對印度人口進行種族分類。最重要嘅觀點係將印度分為兩大種族，並以此作為軍隊招募嘅基礎。佢哋宣稱印度分為膚色較淺、講梵語、由西北遷徙而嚟嘅雅利安人後裔，被視為上武民族，以及膚色較深、地位較低嘅種族。當然，呢個理論帶嚟咗一個問題，既然大家源頭一樣，歐洲殖民者同印度雅利安人係咪平等嘅呢？呢個矛盾最後被一套講法解決咗。佢哋認為原始嘅雅利安人因為同膚色較深嘅達羅皮圖人或其他種族混血，導致咗種族退化。因此，印度只係喺遠古時期先至同歐洲嘅過去有關聯。1857年叛亂嘅衝擊之後，英國管理人員喺制定更直接嘅統治規則時，編寫咗手冊，建議招募潘扎旁遮普地區嘅上武民族以及後來嘅哥卡人進入軍隊，理由係佢哋嘅英勇啦，又忠誠啊。
當時只有束髮並戴頭巾嘅錫克教徒先至被視為真正嘅上武民族。呢個殖民時期嘅定性對後來錫克教徒將頭巾視為鮮明身份標誌有深遠影響。相比之下，所謂女性化嘅孟加拉人就被排除喺軍隊之外咧。印度人嘅種族分類亦同階級種姓制度交織埋一齊。現代印度歷史學界普遍認為，英國官員為咗更有效統治而嘗試分類時，其實根本唔了解印度階級制度嘅複雜性同流動性。傳統上，階級只係印度社會生活入邊眾多身份嘅其中之一，其他仲有寺廟、氏族、村莊、語言同地域身份。但英國人堅持將其簡化為4個階級嘅區分，並強調階級係印度文化最核心嘅組織原則。佢哋認為只有婆羅門階級先至係真正嘅雅利安血統，其他階級都被視為劣等種族嘅後裔。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咧，見證咗一個重要嘅文化轉向嘅。原本性別、種族、國家同階級係緊密交織埋一齊嘅，但係去到呢個階段咧，種族嘅重要性咧變得更加突出。造成呢個轉變有幾個主因嘅。首先，1865年牙買加爆發咗莫蘭特灣黑人叛亂。呢件事發生喺1857年印度叛亂之後無來，而且當時英國國內爭取擴大工人階級投票權嘅改革運動亦搞得如火如荼。呢種政治動員呢，最終促成咗1867年嘅 Reform Act 改革法案，令英國國內呢有工作已婚嘅男性戶主獲得咗選民資格。結果社會喺值得擁有投票權嘅白人同埋黑人或其他土著之間劃出咗一條更強硬嘅界線。喺當時嘅主流觀點睇嚟，呢啲土著一係就係仲未準備好行使權利，一係就係天生劣等，永遠冇辦法自治，只係適合喺大英帝國入邊為白人利益服務。第二，帝國主義嘅思想呢，變成咗一種廣泛流傳嘅大眾種族主義文化。隨住帝國貿易突飛猛進，廣告成為咗傳播偏見嘅工具，成日將黑人描繪成唔文明、劣等，但喺服從統治時又表現得笑口盈盈、心存感激嘅樣。當時流行一種白人嘅負擔呢種講法啦，認為白人有責任將基督教同文明習慣帶俾上帝筆下嘅有色人種，特別係衛生習慣。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係當時隨處可見嘅番梘廣告，佢哋將有色等同於污糟，暗示只要經常使用番梘就可以喺隱喻同現實層面上被洗白。第三，歐洲國家特別係英國喺帝國擴張上嘅巨大成功，令白人種族優越論顯得好似理所當然咁。呢種成就感咧，將國內唔同嘅社會階級咧，都拉咗入呢場共同事業入邊啦。到咗1914年，歐洲列強已經佔領咗全球85%嘅土地，成為咗佢哋唔同形式嘅殖民地。最後呢，社會達爾文主義同優生學運動更加強化咗呢種信念，認為種族先至係人類最核心嘅劃分標準。Charles Darwin 認為所有人種都屬於同一個物種，原則上呢，佢喺1859年發表嘅《物種起源》革命性咁改變咗人類對自然界地位嘅理解，而1871年嘅人類由來咧，更加同當時嘅科學種族主義格格不入。種族呢個概念係建立喺種族特指長期穩定嘅假設之上，但係 Darwin 嘅自然選擇進化論強調嘅係改變，認為物種係透過隨機變異嚟適應環境。然而佢嘅思想好快就被當時主流嘅科學種族主義吸收咗，特別係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嘅群體，以及後來優生學家倡導嘅政策當中嘅核心人物係英國社會學家 Herbert Spencer。正正係斯賓塞創造咗適者生存呢句名言，呢句嘢為當時嘅偏見提供咗理據，令人相信白種人嘅技術進步同精緻習俗就係佢哋擁有更高適應力嘅證明。所以統治膚色較深嘅劣等種族咧，係一種自然必然性嘅。社會達爾文主義孕育咗優生學啦，呢種種族思潮喺1880年代到1930年代橫行美國同歐洲，其中一個關鍵人物係 Charles Darwin 嘅表弟 Francis Galton。
佢嘅觀點可以從佢嘅一個信念入邊睇到，佢認為移民去美國、加拿大同澳洲嘅英國人咧，實際上係將種族劣等嘅白人自我流放，從而令到英國本土留低咗一班更優秀嘅英國人。Galton 對於點樣量化人類同動物群體嘅智力差異好有興趣，但係佢其實根本冇一套清晰嘅方法去理解或者評估智力，所以佢喺1869年出版嘅《天才遺傳》入邊，僅僅根據完全唔系統化嘅觀察，就得出一個荒謬嘅結論。佢認為狗入邊最高智力嘅水平，仲高過最低等嘅澳洲原住民、黑人、英國人同古希臘人。高爾頓同優生學家仲提出咗智力退化論，聲稱智力較低嘅階層生育率較高，如果唔加以控制，結果會導致整體智力攤薄同社會制度崩潰。佢哋認為咧，解決方案咧好明顯，就係選擇性繁殖，鼓勵高智力階層生更多細路。有兩組事件咧特別推動咗呢個運動嘅增長。第一，英國喺波爾戰爭招兵嗰陣，發現新兵嘅身體素質極差，呢件事令英國社會好震驚。而隨後嘅失敗更加證實咗優生學家對種族退化嘅恐懼。第二，喺美國，由於非 Teutonic 條頓人或非 Anglo-Saxon 昂格魯薩克遜人嘅白爾及華人移民急劇增加，令當地人擔心優秀嘅昂格魯薩克遜人會被呢啲高生育率嘅劣等生物淹沒。1894年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 移民限制聯盟成立，到咗1924年呢個聯盟成功說服國會相信種族退化嘅危險。當年通過嘅移民法案明顯優待嚟自諾迪國家嘅移民。呢啲限制一直到1965年嘅 Saller Act 通過之後，先至被正式廢除，改為單純按照申請順序嚟管理移民啦。呢集我哋睇到種族主義點樣由一套偽科學理論慢慢滲透入大眾文化、法律制度，甚至變成大英帝國統治全球嘅邏輯。當呢啲所謂適者生存同優生學嘅歪理喺文明社會扎咗根，佢所帶嚟嘅破壞力將會遠超乎所有人嘅想象。下一集我哋會進入人類史上最黑暗嘅一章，當呢啲種族偏見被極端政治武裝化演變成國家機器嘅時候，會發生咩事？我哋會深入探討 The Nazis 納粹黨嘅興起，同埋隨之而嚟慘絕人寰嘅 Racial Genocide 種族滅絕。如果你覺得呢集內容對你有啟發，記得訂閱、留言同分享俾更多人知。我哋下一集再見。